先来关心的是，这西南气流和中南部这大雨是落袂停。昨暗伫高雄六股甲桃园迄带，有一台轿车，那像是因为崩山，结果跋落去山坎。这警方表示，车顶是一家伙仔拢总5个人。这驶车的是姓李的查甫人，原底伊是有走出来化救人，也毋过落尾煞失联去。目前已经找到2个人的遗体，也那其他3个人是还阁咧找。 因为路无大，民众要让对向的车先行，不过规台车煞凶凶消息，疑似跋落坎卡。民众赶紧报案，你最后出现伫行车记录器画面的这个查甫人，警方讲伊就是姓李的驾驶，伊家己爬起来化救人了后，就失去联络。根据驾驶的讲法，车顶除了伊有太太，一个3岁后生甲拄满月查某囝，以及太太甲真红生17岁查某囝。警消人员随出动透眉找找。警消人员伫昨暗时9点半左右接到报案，就马上出动来到现场进行找找。但因山过雨实在是伤过大，视线无好，无任何的发现。 早起看到山区的雨较冷芳，消防人员是出动无人机，配合人员用手吊挂落去山坎下面进行找找。现场坍方的一个情况啊，它大概是一个150公尺深左右的一个断崖。那我们人员呢就架设绳索垂降到底下，那中间呢经过一些密林跟边坡，那大家底下是一个河床泥沙淤积的情况。那人员 因为在那个底下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生命迹象，所以我们在底下做一个大范围的徒步搜索。这样31早起9点左右，找到第一具疑似是17岁查某囝的大体。9点半找到第2具，身份阁需要确认。公路局表示，山区雨伤大，无张持熊熊崩山，才会造成这摆意外。因伫30暗时10点半也紧急封路。这是第一次的一个状况，而且是无预警的一个情况来发生的情况。 那在这个路段近年来是没有发生这个道路路基缺口的一个情况。公路局表示，高雄山区随时拢会上大雨，有不少路段拢出现崩山，交通中断已经加派机具甲人员进行畅通。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